今年係我入行63年，我由童星做到而家，由一個普通人一夜就變咗一個 big star，對我人生嘅變化太大。喺啱啱出道嗰陣時，可以講係一個暴發戶，影迷慈善將我變成一個好人。所以電影嚟講，將我成個人生變到係一個走正路嘅人。影迷同埋傳媒教導得我好好。有時我翻轉頭睇我自己，我幾討厭我自己嘅。嗰陣時嘅我係不可一世嗰啲。我喺香港嘅半島酒店，我着條短褲入去。特登嘅，我走去大堂坐喺度，所有人就望住，哇！嗰陣時香港係好多日本旅行團去嘅，嗰啲 waiter 我又唔敢趕我走，全部都識我，我俾 tips 好多嘅，冇好好嘅人喺隔離教我。我身邊所有啲人都講：哇！你好正啊，好有型啊！哇！你好特別啊！哇！即係搞到我原來咁樣係好特別嘅。以前我今年係我入行63年，我由童星做。